欣怡軒喺2017年3月正式領有殘疾人士院舍牌照，係一間設有特殊名額嘅中途宿舍，而家有42位舍友。現時職員分別有1位服務經理、2位精神科護士、4位社工或者個案工作員、4位宿舍幹事以及1位文員。每一位舍友都有1位精神科護士同1位社工或個案工作員負責跟進個案。宿舍坐落於香港心理衛生會總部大樓6樓全層，總樓層面積大約有444平方米，包括9間睡房、1間隔離房、客廳、廚房、遊閒角，俾舍友日常生活使用。事不宜遲，我哋一齊嚟睇下啦！歡迎大家嚟到欣怡軒，而家為大家介紹呢個大廳。呢度就會有我哋嘅出入記錄表同埋體溫表，仲有2部體溫計。舍友平時每日都要喺呢度寫出入記錄同埋量體溫。呢度有啲消毒用品，俾我哋一翻嚟嘅時候可以消毒雙手。我哋宿舍仲有鋼琴架，平時都會有舍友喺度練琴。我哋啲舍友多才多藝㗎。另外呢度咧仲有我哋嘅舍務量值表。我哋咧每日都要跟呢個舍務量值表去完成拎餐具啦、掃地倒垃圾啦、洗碗同埋過水呢啲舍務嘅。另外去到呢度咧就係我哋嘅宿舍通告欄，會張貼我哋嘅活動啦、訓練啦同埋啲健康嘅資訊，俾舍友咧都知道我哋嘅最新動向。呢度有2部電腦，有啲圖書同埋啲 board game。平時舍友都會喺呢度完成工作或者係功課嘅。亦都會喺度睇下書、玩下 board game 咁樣。嚟到呢度係我哋嘅雜誌架，會有一啲精神復康嘅資訊嘅雜誌啦，同埋有社區中心嘅通訊，仲會有明週。咁平時啲舍友都可以喺度睇翻嘅。嚟到呢度係我哋嘅園藝區，棵棵植物都由舍友同埋職員即心去照顧，我哋啲舍友同職員都好有愛心㗎。嚟到呢度係我哋嘅健身區，我哋有單車機啦、橢圓機啦同埋跑步機，平時舍友都喺度做日間訓練鍛鍊身體。呢度係我哋休息區，平時舍友都喺度食嘢休息。宿舍仲有電視提供俾舍友㗎，平時我哋都好中意聚埋一齊喺度睇電視、煲劇、睇新聞，大家都好放鬆㗎。呢度有2部舍友雪櫃，平時舍友都好中意買嘢放喺入邊嘅。呢度係我哋宿舍嘅壁布板，呢塊係我哋活動嘅花絮。呢塊係小組訓練主題嘅壁布板，呢度有一啲舍友對我哋嘅宿舍嘅感受，希望呢啲壁布板能夠帶俾舍友有宿舍嘅生活氣氛。呢度係我哋回收區，舍友需要根據箱上面嘅標籤進行垃圾分類，希望可以培養到舍友嘅環保意識。呢度就係我哋嘅廚房，我哋有氣炸鍋啦、多士爐啦、焗爐啦、水煲啦、蒸爐啦同電飯煲，另外我哋仲有煮食爐。收埋咗嘅，呢啲都可以俾我哋平時煮食訓練嘅時候使用嘅。呢度就係星盤，平時我哋都會喺度洗碗同洗杯㗎。嚟到呢度有我哋嘅洗衣機同乾衣機，平時我哋嘅床上用品都喺度洗㗎。以上就係我哋廳同埋廚房嘅介紹，以下落嚟交俾 Nolo 去介紹房間啦。我係欣怡軒嘅舍友啊，今日為大家介紹下我哋有個神秘嘅睡房。咁咧，我哋欣怡軒有好多間房啦，其中有9間都係我哋嘅睡房，有我哋休息嘅地方。咁咧，每間房都有唔同嘅主題嘅喎。咁我哋望下呢間房，呢間房係有小丸子主題嘅，而呢一邊咧就有星空主題嘅。係啦，每一間房咧都會有4至5個舍友居住啦。咁我哋就會一齊住嘅。咁咧入邊咧就有共用嘅浴室同共用嘅洗手間嘅，大家可以入嚟睇下。每一個房友咧都有一張床啦，一個床頭櫃啦。同埋呢個櫃啦，都係俾我哋擺日用品同埋個人私人用品嘅。每一個房友咧都要訓練自己嘅自理能力嘅，所以咧我哋咧就會輪流喺自己間房度做進行房務。房務係啲咩咧？例如掃地啦、拖地啦、倒垃圾啦、清潔洗手間，同埋可能清潔間房。咁希望大家都係住得舒服同住得乾淨嘅。房友之間除咗一齊生活之外咧，我哋嘅關係都係互相包容同尊重嘅。咁咧真係有意義嘅時候咧，我哋仲可以透過每月1次嘅房會啦，去表達我哋嘅意見啦，互相討論，希望我哋可以達到和諧共處。咁咧除此之外咧，好興奮嘅就係有啲嘅房友生日咧，我哋都會幫佢哋搞生日會一齊慶祝一齊玩㗎。跟住落嚟咧，我同大家介紹8號房啦。
8號房係我哋宿舍唯一嘅隔離房，大家又聽下。咁咧呢個特設嘅隔離房係為咗有一啲感染到傳染病嘅舍友可以嚟呢度休息同隔離，等佢哋好翻又出翻去嘅。呢度咧我都介紹一間幾特別嘅房啦，有限角。咁入邊咧係一個好舒服嘅空間。咁為咗宿舍想提供一個安定舒適嘅環境，啲舍友可以做下日常事務，例如聽下歌啊、做下功課啊、工作咁樣嘅時候，咁你都可以借呢間房去舒服一下，當然自己冇俾人打擾嘅。咁以上就係我嘅 room tour 介紹啦，拜拜。宿舍為復原人士提供過渡性嘅社區住宿服務，以協作、創意、津善兼容為價值，圍繞自理能力、理財能力、個人精神健康、服藥習慣、社交技巧、工作、解決問題能力、社區資源運用，以8大復原範疇開展復原計劃。宿舍為舍友提供多樣嘅服務，包括個案管理、小組訓練、醫療服務同埋社區活動，一齊睇下啦！我哋會接見並評估服務使用者全面嘅需求，協助服務使用者適應新環境，與個案共同訂立康復目標，定期評估佢哋嘅需要及提供所需協助，主動與其他服務提供者溝通和協調，以便個案得到適切的服務。宿舍提供豐富的小組訓練，通過訓練能夠發展舍友潛能和興趣，提升生活技能，其中包括落戶雜住小組、解難小組、病識感小組、求職小組以及維修小組等等。中心提供護理服務，包括跟進舍友覆診和服藥事宜，為舍友提供每月簡單嘅身體檢查，跟進舍友日常自理及個人衛生，關注舍友飲食營養。除此之外，亦與地區醫療團體合作，為舍友提供專業嘅診症服務，同時舉辦健康講座，提升舍友身心健康。宿舍提供多樣嘅社區活動，包括康文署外展活動、澳門1日遊、聖誕迪士尼遊樂園、動物醫生等。另外，仲有豐富嘅講座，例如防火講座、毒品講座、理財講座，希望可以開闊舍友眼界，了解更多社區上嘅資源，喺復原過程中更好融入社區。全人而牽，這大家庭，我們都渴望有日離別創傷愁緒，同渡過高山低谷，合唱這闕歌，帶來歡樂，以扶持找到愛，重拾自信心前往，有一天找到解脫。在這家中會有單車、機博 game、iPad 玩，仲有啤牌 Just Dance， 每日陪伴，大笑聲日樓都聽到，又有舍友 B 的慶祝揀禮物，影相大家開心去暢聚，無懼困苦前進，再牽手一起勇往。